今天，在这春风送暖、气象万新的日子里，尹桂芳又怀着兴奋的心情，与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吴小楼、王文娟、戚雅仙、陆锦花、丁赛君等越剧姐妹欢聚一堂，共叙团结战斗的情谊，畅谈越剧事业的繁荣发展。同时，姐妹们祝贺她为电视录像。尹桂芳更是感谢姐妹们对她的支持和关心。